迎大家嚟到今晚 P&G 至尊晚宴金榜題名。1、2、3 Cheers！ 祝各位商戶嘅業務蒸蒸日上。這是我第一次啊，在這個香港跟澳門這個市場參加這個會，感謝這麼多年以來你們對寶潔公司的支持，所以讓我們盡情的享受這樣一個夜晚。謝謝大家。用過去10年去睇咧，澳門嘅生意額咧已經增長咗3倍至4倍嘅時間，唯有緊守正貨之道，大家嘅生意咧先至會長做長有，越做越大嘅。雄厚實力大漲，成功在望獎。睇下邊個揾得快，只要大家咧從呢一個圖片裏面咧揾到呢一個品牌嘅產品，總共有幾多嘅個數目，答中呢一個數目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獎品㗎啦。45，恭喜晒！金榜題名齊獎啦，顧名思義咧，大家都有份攞獎品嘅。HTC 嘅手提電話一部。第二位嘅朋友 OSIM 嘅按摩背墊，我哋睇下先。係 P&G 嘅呢個信心 logo 啊，可以攞到我哋咧呢一個嘅參加終極大獎呢個權利嘅 Pampers 之邊個夠我大？呢兩個係一個數字，而呢一邊呢係一啲加減乘除嘅符號嚟㗎，就揀下你需要邊行先，揀咗之後呢，就揭開個牌睇下個 number 係幾多，跟住自己呢，就憑住呢個運氣去揀呢個符號啦。第三獎係 OSIM 嘅按摩器一部嘅，二獎嘅朋友呢係獲得呢係康泰旅遊禮券嘅，咁個大獎啊，恭喜晒，係可以攞到 Canon 嘅數碼相機一部㗎。Olay 喺邊度呢？開一隻出嚟睇下，睇下邊一個可以 match 到另外一個，自己嚟啊！三獎呢就係 OSIM 嘅肩膊按摩器一部嘅，二獎可以得到康泰旅行社禮券，跟住我哋嘅大獎啦，恭喜晒呢位朋友嘅可以得到 Canon PowerShot G12嘅數碼相機一部嘅，睇下邊個計得快，留意熒光幕啦，會出現一條嘅數學題嘅，咁就大家呢就係一陣間計出嚟嗰個答案呢，就係我哋嘅電話 number 嚟㗎啦，俾啲掌聲佢啦！惠而寶嘅洗衣機送俾你㗎，順滑 Easy Go 啊嘛，咁畫乜嘢呢？就係畫鬼腳啦。即係你嘅，恭喜晒！三獎呢就係按摩器一部，繼續係二獎可以攞到康泰旅行社嘅旅遊禮券。頭獎嘅朋友可以攞到 Canon 嘅 PowerShot 一部。10位嘅朋友呢係可以玩到呢一個大獎遊戲㗎。咁其實就係玩呢個 number 鬥大嘅啫。睇到啦，8號仔43夠唔夠？台上面呢3位朋友呢，就係終極大獎啦，咁就有你哋份啦，最多2羹就抽出呢個元寶啦或者金銀珠寶啦，就擺喺呢一度，盤滿缽滿啊嘛，滿載而歸。93，哇！3獎先啦，係Mabel嘅鑽石啦，我話2獎係得到呢9999千足純金，大獎啦可以得到我哋9999千足純金，價值7萬大元。邊位組到嘅朋友有咁幸運可以獲得我哋呢個 Samsung 電視機呢？宏基，恭喜晒，可以攞到我哋呢個組到獎啊 ！P&G 呢亦都希望呢係更多人呢係去認識正貨啦，令下一屆嘅 P&G 至尊晚宴更加多姿多彩、更加熱鬧嘅。希望我哋大家明年見，拜拜。